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关于欢收看1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家卫生研究院去年接受政府委托，成立国家病媒网防治研究中心的计划以后，陆续在咱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建立据点，希望用第一线防疫作战来传领研发，以配合地方制定上届有效的防治策略。上午行政院长林全嘛特别南下进行该研究大楼的启用典礼。为了减轻咱台湾接受天狗热的冲击，国家级防治网仔传染中心去年挂牌运作以后，上午行政院长林全特别南下主持台南研究中心大楼的启用仪式，在中央相关资源甲市长赖清德等地方团队的专业配合，希望未来国际上一讲到天狗热防治，就是以台湾作为核心，也成为政府新南向政策的骄傲。请启动台南中心大楼启用，祝福顺利成功，创建防疫科技新产业，构筑新南向政策基础。我们希望呢，就如同长官所说的，我们希望呢，整个的防疫作业能够顺利。好，谢谢。会中林院长伫赖市长的专庭陪同嘛参观网仔工厂，了解中心才打算透过市工的网仔，重点是袂加人，一礼拜量产200万只来控制网仔生态。院长表示，对付网仔除了要有战略，嘛要有稳定的制度，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来降低天狗热威胁。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我们整个这个有关这个至少这个登革热的病情的病例是有这样大幅度减少，表示我们在这方面呢有第一步的成功。不过这个成功呢，我觉得还是不能以这个为自满，因为真正的挑战呢是在未来几年，是我们连续的能够防治成功，那一定要有稳定的制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媒蚊防治中心，高雄已经启用了，那么台南呢，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后来居上做得更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特别慎重来这边来这个主持这样一个启用的典礼。那我也希望呢，借这个机会呢，来强调媒蚊防治呢，会为我们国家呢，会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前年的疫情严重，激起了市民的防疫工作的共识，大家全心投入，所以让我们有机会提升法治，然后增加议会也支持增加组织那中央林院长也支持，我们的国家级的也进来了，包括成大的研究单位，包括联花科的公司都进来了。我相信前年的这个事件会对台南市未来，也会对台湾未来的登革防治，甚至于后续全球有登革热防治严重的地区，其实都可以提供帮助。院长林全除了主持启用仪式，同时参观这防网的设备甲实验，也替第一线投入防疫部队来加油鼓励，希望成为跨县市资源的尖兵。多年间，国家级的防治中心伫人才培育等防疫科技产业的开发，拢成为第一要务。以落实在地，上界实际，上界需要，互民众真正避免天狗热，安心徛起。电视新闻顾问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对过去风台地动等重大灾害经验，市府社局发现，公部门伫救灾物资的管理甲运送顶面，拢要面对真大的挑战。所以日前开始积极找找民间企业的资源，上午社局正式甲黑猫灾这边签署合作。伫社会局长刘淑慧甲栽培公司部长刘林钦的共同签署协议以后，嘛代表重视现代化程度甲物流管理技术，以快速利便到处服务公司。现在嘛要运用伊的人力、车辆、据点等专业的资源甲优势来协助台南。以后一旦发生无法预测的重大灾害，该公司嘛以上紧的速度将灾民所需要的物资管理，同时送到指定
定地点。那我们盼望，万一有这个灾害、各种灾害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联络黑猫宅急便公司。那他们有200多个自己的点，然后也有17000多个代收的点。那我们盼望运用他们的专业，借重我们黑猫宅急便的专业，这个运输跟管理，那能够让我们在救助把这个物资及时送到我们这一些需要的民众的手上，能够更快速。更有效率，那也能够在整个的物资的盘点。那因为我们在救灾的时候，总是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物资发布需求的时候，有时候同一种物品来得太多，可是有其他的物品反而不够，所以这一种的一个运输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盼望借重这种专业来协助我们社会局的救助的任务。就按照这个市政府或防灾这个办公室这边的依据，把这个货量呢看是要往哪边集中，然后集中之后按照分类，按照灾民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地方，我们再把这个物资再运送到所指定的台南市的各这个乡村聚落。假使小区会面临救灾物资的管理甲运输的困境，需要借重目前一档已经达到1亿件运输量的公司来支援，就来将灾害防御的脚步搁向前一大步。该做法嘛，行伫全国头前，希望让台南成为上界安全的幸福城市。台新闻管及郭富义采访报道。大关庭书店行政宫甲新大所合办的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前3档陆续以保生大帝、观音、元老信仰为主题。而今年则是以虎爷甲动物神为研究对象，将要公开来自日本、中国、越南等28篇论文，后面将更加深入了解虎爷信仰。虎爷在民间信仰当中算是非常普遍的动物神。伫每一位神尊边仔，拢有无共款的象征意义。而伫越南、日本、马来西亚等无共的国家，也拢有各自的特色。对此，大观音亭行政宫甲成功大学合作，办理虎爷甲动物神信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宗教文化走向学术发展，互民众有更较深的认识。今天的这个虎爷的研讨会，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非常不简单。因为虎爷在民间信仰里面，其实他扮演的角色，其实非常多的面向可以去讨论。那我也看了之前看了妙方这一次来参与研讨会的各项论文，其实包罗万象从他的文化图像他扮演的角色等等，那也来自我们很多国家的这个学者都参与。在这边代表台南市政府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市，也参与了新济公这一次的这个虎爷神祇的这个研讨会。我想这个应该在台湾应该针对虎爷的研究，应该学术研讨会应该是第一次了。非常的用心，邀请了非常多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学者，大家共同的来讨论我们台南的庙宇文化。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扎根工作。我们最近文化部一直希望我们推大庙心学，在建立这种地方知识学，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典范也是一个地方知识学要建立，其实从台南从这个宗教信仰文化开始，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这项国际的学术研讨会，除了探讨虎爷的信仰文化以外，更包括义犬、牛将军、金孔雀等等的动物神。研究的领域包含宗教仪式、雕刻、图画、艺术造型、甲民间传说等等，内容相当多元，以借此提升台湾民间宗教文化，也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树仔是咱台南的一项特色产业，不过市府为了重量管制鹅牌，和勇士企业会当延续发展，所以规定只要3档无出海，就要废除鹅牌执照。对此，渔民烦恼家己的生存权受到影响，只要向议员请命，希望甲市府多多沟通。
滇市四草安平、昆新等地是蚵仔的主要产地，有不少人过去拢是靠饲蚵仔为生。不过，随着时代变化，有一寡少年人并无愿意继续接下顶一辈的饲蚵仔工作。而市府为着做数量的管控，规定只要3冬内无出海，就要废除蚵排仔的执照。不过，这项规定却是互部分的渔民无法度认同。我的囡仔也无咧做啊，我的囡仔会可能转山顶遮咧食头路啊，所以我即只蚵排啊，我要甲像讲卖互人有需要的人去做。结果安尼，有哪袂当啊？咱等一下要请农业局来甲咱解说即条规定你是安怎规定的？即马已经通过袂？恁是安怎通过？恁有招遮的蚵民、招遮的渔民，因的利害关系人，大家来参详无？伊这是要保障讲这蚵仔这产业，咱保障咱现有这饲养的权益。莫讲你足侪人伊无要饲蚵仔。还讲，你有哪用这船啊咧捕？还讲外县市人要来咱遮，有一寡惊一寡问题走出来。所以我迄阵有咧甲阮迄个内底渔港所咧讲咱若到明年，确定讲是209台船啊，嘛确定讲咱规个台南市差不多9500坪，这个足稳定的这个数据，咱甲做一个更较好的管理。啊，咱蚵民大家咧烦恼讲是毋是人口有这个问题，咱招这渔民、蚵民大家做伙来开一回，大家交渔会大家做伙来检讨讲。咱做咧用，咱这个族群就是安尼，加上咱工作来，咱这人干变做一个好的处理，来保障咱本身。对着蚵排仔，若是无得到继承，是毋是会当进行转移，也则是买卖？议员蔡小贵也针对这项问题来提出质疑。这种权利的移转跟买卖，目前在我们农业局的管理之下是不合法的吗？不能转卖。还是说我父母亲还健在，但是他不想做，我想要去承接，那不可以转到我的名下？还是这条船出去只能当事人，而不能，比如说他的儿子、女儿跟着他们一起去用蚵啊，可不可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对此，农业局回应，将蚵排仔执照进行买卖，恐惊会影响原有渔民的权益。不过，既然渔民有无共款的意见，那安尼应将选定一天，邀请渔民做伙进行沟通。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嘉南苗栗大厦化妆品应用管理系伫1月6號甲7號2天進行動態甲靜態成果比較展，學生攏用盡卡數發揮伫學校所學的技能，重點是突破傳統造型，呈現新世代美妝。4组团队纷纷登场，伫咧起个灯光之下，深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这是嘉南药理大学化妆品应用管理系1年1度的毕业展，融合了各种无同款的元素，有非洲大地的风情，也有色彩多变化的小丑搞怪的行为，也有带着复仇者气氛的黑暗童话，同时也有利用环保材质的打扮。充分展现出学生的创意设计以及执行的能力。这次我们的主题是粉妆玉琢，那么有4组的同学呢，精心的制作这一次的专题哈。那这4个主题呢，分别是由第一组我行我素，因为他们主要的材料呢是以塑料为主。这个材料呢，我们最主要是取它轻盈，然后材料方便取得，而且就是可塑性很高哈。那第2个这个主题呢叫狂艳。以从小丑呢作为主题，可是这些小丑呢与众不同哈，他们又会唱又会跳，演出一个非常具有视觉跟这个听觉的一个视觉飨宴哈，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那么第3组的是从非洲来这个发想哈，他们的题目呢叫做原野呼唤。透过这个黑色的这个颜色呢，希望把这个非洲的这种比较神秘的
甚至于狂野的那一份气息呢，透过这个颜色以及这个比较植物纤维的这种材质呢，把它展现出来。那么最后一组呢是童话，童话的这个题目呢叫颠覆童话，因为他们呢主要是以这个童话里面的这个反派的角色呢做出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这个探讨这一些反派的角色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坏？除了动态走秀，同时因也举办静态展出，包括商品开发、市场行销分析等等，互参观的民众会当更加深入了解学生所学习的成果，以及因创意发想新产品的能力。台南新闻网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海峡两岸艺术家数位交流展已经进入第8届。1月8号上午，该展览将伫议会来开播。开播当天，嘛要安排数位家现场创作，欢迎兴趣民众做回来感受这场艺术盛宴。第8届海峡两岸艺术家数位交流展，上午伫台湾艺术家赵志林、王宝生的带领之下，伫议会大厅进行筹备作业。以往拢伫台北举行的交流月会，这次真难得刷到台南举办。不过原本有计有30位大陆数位家的作品要来到台南展览，所以因为政治因素，只要请到16位艺术家的作品到现场交流。这一次的作品主要的是以书画水墨为主。那么这个书画水墨呢，中国大陆方面呢，每一个人会提供3个作品。那么他们的作品呢，主要的有好几个人，像田野是非常有名、非常知名的国家一级画师，还有崔殿甲先生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书法家，那也是鲁豫的这个地方呢非常有名的资深的，也是这个东方西洋红的这个前院长。那么还有东方西洋红的这个艺术研究院的院长郭秋雨先生也亲自会来。那么这是大陆方面，中国大陆方面呢有很多作品。那么我们台湾方面的王国和老师展出了他的绝国山水的这个水墨画。那么我有一些画，也有一些书法。那么杨玉秀老师呢，主要的也就是书法。那么苏有全老师有篆刻，有这个书法。当然这些当中有个体的，有颜体的，有欧体的，也有行书，也有草书，也有篆书，也有隶书。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盛会。这次的展览包括有台湾5位艺术家，甲中国16位艺术代表团团员的作品，内容包括有各种立体的书法、水墨画以及盆栽创作。展览时间只有1月8号到9号2天。伫开幕当天，阁有数位家现场创作，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莅临欣赏。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江苏大型农业机械特种车辆等设计改装的老师傅试量材，已经有50档的经验。对早期的喷射车、饲料车的研发制作，到现在为农民设计专用的喷农药机器等等，创意不断。除了创作独一无二的机械，嘛取得这专利。现在带大家来看伊的人生故事。头家薛良才真打拼咧巡视工厂，看卖员工是毋是有需要斗相共的所在。这间伫咧关庙路边的小工厂，其实内底的技术专利真侪拢是独一无二的。头家薛良才
樟树大型机械设计制作，已经有将近50档的老经验。亲像是这寡老相片，拢是头家早期设计的压缩式喷射车。头家也表示，每一台机械或者是车辆，都会当帮顾客量身打造，也因此每一台拢生得无介共款。我们是专门研发各种产业机械、农业机械、环保机械，做一些特殊的。如果说外面需要我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帮他研发、帮他制造，包括还有维修等等都有。那之前我们做了很多的研发的喷药机，也差不多将近20年了。当初也是很辛苦的把它搞出来，搞出来以后，农民慢慢到现在才慢慢接受。现在生意也是非常的好，排队排了要半年后才订单。那现在后面还有接着就是高丽菜的采收机，还有凤梨的种植机，都在后面排队，叫我们帮他，我们透过改良厂，来找我们，上面还有农科院、农委会，我们是他们的那个指定工厂。本身读机械系薛良才，一开始是为着讨生活，出社会以后，就开始从事机械相关的工作。一开始进行设计研发的时阵，也感觉困难重重，但为着要趁钱，也是拼命烧、拼命研发。没想到设计到后来，愈设计愈有兴趣，伊也设计出真侪有专利的物件，亲像是喷药的器具、甲特殊的车链等等。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因为环境所逼啦，往黑手这方面去发展。那因缘际会，慢慢做，兴趣来了。来的时候，机器做完了，看，不错啊，机器做好了以后，还有成就感，就一步的，用更好的机器。那后来农委会透过改良厂，那个桃园区改良厂找我们，说叫我们来研发那个农业机器。我说好啊，就开始跟改良厂合作，农委会变成农委会的一员，就跟他们一起合作。还有台大、新大，还有很多大学找我们一起来合作。我说好，可以，那就一直开发，一直做，越做越有兴趣好，这样做成功的。虽然讲年纪已经有啊，但头家薛良才也是充满了创意的热情，每一天拢伫咧工厂研发新的产品，为顾客创造更加方便好用的机械器具。今日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的天气温度19度到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月6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